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这风台消息，讲到这中度风台洋流咧，这速度有变较紧，往台湾的东部这个方向过来。那下晡气象署又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这警戒范围包含着花莲、台东、高雄一个屏东。因暗开始呢，就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开始伫咧落雨。那明仔载规工呢是影响台湾上界激烈的时阵，真侪农民已经事先伫咧做准备咯。那讲到宜兰的东湾这伫下晡的时阵咯，已经预防性的收园。那这孤山岛呢也被封岛2天。目前台东县已经宣布明仔载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课。那总有上届新的消息会继续提供给咱的观众朋友。洋流风台渐渐挖进台湾，宜兰东湾一个装置艺术史努比亚开始受风。拜日下晡6点开始，已经成风园。孤山岛嘛是已经成封岛2天，农民无用风帆，因为3成葱仔当地采收，农民赶紧去葱仔园铺稻草，希望减少农作物的损失。你若无甲绑起来，没有把它绑紧的话，台风来的话压掉，雨水也搁压落去，迄稻草就会较紧熬。镜头外看，云林县水林乡顶个月，当那起风台来时阵，甲一寡老旧厝的厝顶拢吹了了，有一寡居民的厝，甲即马都还未完成重建工作，即阵搁爱面临洋流风台侵袭，真正是真无奈。风台搁要来啊呢？明仔载要搁来啊，嘛会烦恼啊，因为看嘛袂好咧啊。搁下年咱会坏啊。2礼拜前，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已经造成水林乡真侪所在淹水，有一寡地势较低所在淹水超过50公分悬。所以这届因为洋流风台要来，乡公所已经整备39台大型抽水机要来营运。针对这一次洋流台风的来袭我们水林乡乡公所也准备了39台的抽水机，以及中午会有300包的沙包。会运送到公所，提供给民众来索取。因为中度风台洋流快速移动，挖进台湾东方海峡，毋但强度增强，暴风圈完有扩大趋势。气象署下晡2点半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预告拜三影响台湾上激烈。可能拜三中昼即卡到登陆台东附近，警戒范围包括华东甲中南部地区。陆上警戒区域，从原先的在花莲、台东、高屏地区之外，这一报也增加了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。而目前的海上警戒区域，则是包含了台湾海峡、台湾东半部海域以及巴士海峡。气象署提醒，拜日暗时开始，大台北、宜兰花莲东半部就会开始落阵雨。拜三东半部家己以南地区会有局部性大雨，也是大水雨等级的降雨机会。若是风力方面，气象署已经发布台东地区红色强风警报，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风力12级以上，也是阵风14级以上的发生机会。各地沿海原有平均风力9级，提醒民众避免去海边啊、甲山区活动，提早做好防范风台准备。记者采访报道。